这次来到匈牙利，这位作曲家贝理查白天是工程师，而晚上是作曲家。他的作品带有当时奥匈帝国文化常见的优雅与社交音乐气息，反映了当时城市沙龙文化的风格。而且整首歌洋溢着愉快、明亮、自在的浪漫氛围，听一听，可能脚会开始跟着抖。不行啊，你要拉琴耶，不可以抖脚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贝理查小夜曲。